救命！
快叫错爷过来。姐姐，你要带他们回去吗？去吧。老孙家，快扶你家公子上车吧。多谢小姐，怪问小姐意思。奉是天涯来路客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小钟，我给买的水彩不完了早子，我想这么珍贵的水色，有还是自己累了吧？我姐姐，妈妈那边这个月的报税银子，我也得你付啊。我姐姐，这怎么舍得的？我还是听我别买了的好。姊妹呀。为
姐姐多费心了。娘，彩萍姐姐，你看，关于姐姐的小乐队都已经完了。四妹，看来你是决意重量，跟定晚会。既然你心意已定，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这走之正规，你还是来着应景，当了这牛酸菜吧。不，这牛酸菜乃是我爹爹留下的唯一遗法，我岂能变嘛？但愿你能心愿得遂，我先走了。姐姐慢走。水不着了，快3更天了，舅妹叫你继父来安睡吧。姐姐，二更还不到你，继父说再到一场就过来。哎，舅妹，莲子羹熬好了吗？熬好了。熬好了就倒在碗里，你继父过来就要吃的。继父还没有来，莲子羹倒在早了，岂不是要冷掉吗？你继父一过来就要吃，要是倒了吃了，岂不是要贪坏了你继父吗？莲子羹倒得早了，岂不是要冷我继父吗？你这丫头冷了吗？这你呀还是姐姐想起在哪？快去吧。继父出来了。忘了，哎呀，你这丫头，睡不着了，忘了，忘了。娘子说的，悄声来黄泉千担两年。吃下去不好。娘子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个冤谁呀？你呀，去吧。娘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做针线呐。做什么针线呐？衣裳棉袜子。这谁做的？你想，我已经别人做的嘛。哎呀，娘子，我已经有许多的袜子，你还做他们做什么？忘了，你过去深夜用功上腿受了寒气，两腿时常发冷，我在张大夫那里求得药方，他说此病在发，可服此药。我想你就要上京赴考，上腿不能再受寒冷，需要棉麻服腿才好呢。一张药方，
言去，娘子啊，本该与君把手牵拉来两军，怎能是功名二字困守分，此番再度上天去。愿郎君得高贵，傲腿在地，为爹娘结下有理，在那里明月长生。昨日王魁曾扬名，弟用东坡要为谢夫上，从此跳出红尘外，给门里相拥望，富贵一生。唐僧是在下的。你说说为真，交归与王郎同睡情迷，用一个怀里他不翻别走，青春结来时，娘子，忘了。忘了，媳妇一问要说谁？来句谁我还句。必要结成是千心，结算谁又是金必要双人齐声，娘子情深情深，盼望公不与来为婚。这是娘子为我换的香炉盖，我何不在这香炉盖上一手一手呀？李斯，关水神女不敌谁，毕业连是恩赐配。他年孙公这贵事，是江少人要与贼。怎么相思情全作君心为情
还记得吗？你我夫妻初次相遇，就是在这黑水庙。是啊，真是天缘巧合。你我的这位夫妻可得说是黑日眼做的美哟。黑水庙中万难相逢，2年以来朝夕相处，此刻就要分别，话语万千，不知从何说起呀。娘子，我这一句来往西我要老去担，一缕途小鸟一段文，眼前啊面上我乱要相信。王郎你在幸福靠，莫非心？真想了，王郎，此去不管走与不走，你就要早去早回，莫忘了命苦行中，望与苦苦等你的妻呀。眼前堂请放心，王魁此行可得天。王郎，你是何心？不知请黑人也替我们作证啊！作证。小生王魁是与回应这位夫妻是我变心在去。此法上经10个命，顶天回应到今共享荣王，实为此女儿永王郎，我江桂英一往而散，与王魁结为夫妇，生死老活永不变心，实为此事让人苦海。王郎，少爷，睡不着，给起thân啦！老管家，少夫人有吩咐，一路之上要好好照顾在家好好相供老公娘是记下了。王郎，娘子，去吧。王郎，娘子，少爷死而不早啦！去吧，去吧。王郎，继父已经去远了，我很不见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黑树林扎子了，王郎这颗心，谁的他远水要成。
要长远公了。启禀长远公，这地亲的人啊，又来了。怎么又来了？你还是与我一样的为否？哦，就是长远公驾驭糟糠之气，亲自不便应允，作为他人，长远公心领了啊！所以你真是好样的，查查夫也。启禀长员公，吏部张大人进府。吏部张大人有请。是，有请张大人。张员公啊，请我。下官身为兵务，请张员公司在。有朕正官了，张大人有旨将令，请。恭喜张员公30里门呐！陕西张员公辛苦得走，内也许朝中王儿大臣正想与张员公提及亲近之好，内儿媳。张员公不弃糟糠，亦有为其亲自身挺高洁，连老丞相都为之钦佩，亦将儿女领子小计许配张员公，乃三喜也。梦想念在有生关键过去，这次相爷既是有生加有糟糠，怎么王家领子小姐配有生子？这是老丞相恩在心切，他方知张员公之妻，并非名门千金，实在为张员公可惜哟。朝中堂上的夫人出身寒微者不少，又不知王魁一成哦。可是投入封城的恰是没有啊！这堂堂新科状元，竟娶了明科王烟花女子为妻，此事堂着为人知晓，张员公你的脸面何成？老丞相哀在心切，我生张员公难困，故而命下官前来提亲，盼望张员公应允为好啊！王魁高中张夫人，来龙去马皆杀尽，丞相神通有家门，这件事非容易判非事成，上一道
门的也得的好群才，我与他万难相成匹配，定去再去报应该。常员公啊，常员公不要太死人悲，视听下官言开问，焦桂英本是长得了，真比得有门修武的女群才。他早进母粗心难改，真配你天子门塞万元财。此时茶杯盘旋自讨了，将常员公跌下了烽火台。那时间你功不成，名不就，故为你10年何为长，把辛苦哎，真比得再向堂前走成龙，林子小鸡配我也，相扶门庭同是黑，情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现在的良机是难争，常员公错过了机会要回呀。他那里也有是天理，不与王魁把对比。啊娘子啊，你偏偏是我野花女，叫王魁思前相会，终于为难彼此离。常员公，常员公啊，大人，你以为我倒是圣婴啊？有什么实在是惊叹两难呐！不难，今晚是制度问候，青云这上配马，从此推为了要，这姑娘那卖丝袜，眼翠花的穷苦日子。哦，说不定你那个鬼眼去见你司徒王，早就领往门庭去了。为的。我与他黑身密结八字啊门，何福生死不变心。国王臣民可做人，百姓欺你要啥报应？神王高谁谁地流，天经地义本前程。不为人民为天啊问，不因情分是海洋深。定期谁去上他心，怕着羞辱别人才问的命啊！那是一个清流女子，怎么突然间消失了心思了？全场员工我也要乱思想，他丈夫当论之盾，休要无一生。常员公，你办事因人为好啊！哎呀，大人，
三元宫岂有公事？请司令为了信我。这是这匆忙之中何来信？哎，这女孙子不就是最好的新闻了？哎，丞相府中金银之宝堆积之上，平不才服，长元宫听力轻重，就这么定下了啊！告辞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告辞。一声云，他可讲。王魁子的狠心肠，娘子，哎，既是休书，又怎能在称他娘子，望着9月生归隐祭吧？一封信去与民狂，9月就是女娘堂，却是王魁良心上，我一时不断不为那眼强，太子太公明先生不能忘，连4年一方女难被上郎，一说文明二不良，是王魁不念他与我2年恩恩，不免这里小事一岁。必列这女儿一回，休将不应冤枉亏，只因交在张得了真相穷人女儿有罪。往中哪里？往中哪里？少爷，这里有书信一封，一心为你2不良失去力量，交给民口啊。给自己少夫人进京啊！真是哦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老奴立刻启程。少爷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老奴禀告少夫人的？这书信上面都写得明白的呀。哦，老奴多问，老奴多问了。启禀上元宫，来让家属到。家属甚何才？书信下在了客厅之中，是店主董送来的。小人已当他委屈了。你去下去。是。归隐拜见王郎启程。上面我有小事一声，上国经许相才让得以真说话，谁知巧才与会可是就成一单虚场啊！娘子好君生
人，老官家，与书信一封，阿信闻您而不良，请少夫人随喜。你俩就没剩下。老官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好，可是少爷亲自派你来的。正是少爷亲自命劳怒来，接少夫人立刻进京的呀！老官家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快念信吧，我们都想听听继父给你心意。哎，你忙什么？算了，赵元公这赵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我们晚子回去告诉妈妈，早点替她真的营造，好让她进京为王啦。姐姐，要早等这才，让大家都来看看我们明科里追出来的赵元夫人。姐姐何必如此？定要叫那个赵小姐私里小人看看，什么叫做危言神因呗。姐姐，老官家，姐姐，我去要问问他们，我要是继父兄，姐姐姐嘛。姐妹不必如此，你先回去准备营造，明日一早，你我姐妹一同进京。多谢姐姐。姐姐，那你呢？啊，为见谢过海水，即刻就回。姐姐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要早点回来。去吧。贵姬张此，贵姬。是别接礼节，交应得走。我和老丞相招贼，即是成礼。既有新婚难解酒呀，他们王总送来保你200两，你保我减2年。别脸子，鸟一关，休将不义，幼儿忘愧，只因憔悴长得累，丞相就累，要一子。
人人公分，王神圣子正以是出因与我归依，把生啊，
色的文领与我折折，与我折折。黑色呀，我总是望见光先生。黑色爷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也归因苦苦伶仃，你就为我做糍粑。怎么？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。啊，莫非救你的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与王奎在此明死了吗？啊，潘公爷啊，潘公爷，求你查一查吧。查明白了，向黑神爷禀报一声，快把那王奎！怎么？你也不理睬我？那天我与王奎在此明时，不是你与小鬼哥做见证的吗？啊，小鬼哥啊，小鬼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与王奎在此明死了吗？怎么？你也不理睬我？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。我明白了，如今的王奎逼不得一切，他中了状元是天子的门生，也是丞相的女婿。你们都怕他，不管杀他。你们也怕他，不管杀他。
王奎，我不想你，哎，我真的不想你，我就是不想你。我不想你，我不想你，我不想你。我不想你，我不想你，我不想你，我不想委屈呀！委屈，委屈喽！委屈，委屈。一个烟花女子也想起做长院夫人来了海神爷，你不为我作证，给那王奎，亏你是不如可罪的了。我只有一条死路，对，死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给那王奎。到你身前对真
太眼前，此心女子分心怀，重大王魁。报此冤，还是苗判官司而已。此意交会被王魁休妻死已生死。黑神也挣了他的所长，命案去到边境，阻挠王魁文化前来与他策称。乔国英啊，你。乔国英，黑神也挣了你的所长，命案去到边境，阻挠王魁去策。当真？言语公文判标。莫抬头一行间，
些不女生心都没有你。哎呀，判官爷呀！他是那风先生抗祸噻，我定要将臣的命来。好，用你一脱。谢判官爷。你去为本相使我一贯公分，这个为王是。往事虽不知有事成去，为现在那样自己与我归隐去。在那花里月下同音乐相长彻虚谈，一成不成我思意。那王夫人那样为了引导，是巧不言快我的苏醒，用香炉将这黑色要死的生死请来总督的精神广布。啊，这跪地啊跪地，你的英文不要我有你我不也是不得已啊。叫来芳草更青，月移花影上墙心。自从许了娇子女，精神恍惚为真谛。这也是我王魁不得已。多情的娇子妻，2年前他与我共枕席，3根灯火付感情，谁知生离生死离，把我的恩爱真正重提。北京啊，名声高来朝如地，
要亲我也去死了。请他也送我亲谁那有力气。那我想你是谁了？哦呀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原来是四爷呢。莫非我一心三归门，不与我闻声去吉林？哎，满是贵人之手，不可为己，尊重有贵。嫌我王贵那是乱子汉，堂上不堂堂的天子门生丞相的女婿，我他做什么？马上王贵叹息气，归身正官马长远安去。莫非是我那夫人等我饮酒赏月，亲自接我来了啊？哎呀，夫人你何必亲自来呀？我请问是谁来了？是我啊！你是谁呀？我嘛就是我啊！是夫人吗？真是。姑说是我那夫人来了，哎呀，夫人上来带我开门了。这真是闭门不知风月好，开门进得外面来呀！哎呀，来了啊！啊，夫人请啊！夫人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你需要与我做双，今晚月光虽好，但是风大了一些，些把这灯都吹灭了。啊，夫人请啊！吹灭了也好，记得你我夫妻在莱阳的时间，不是时常吹得赏月吗？夫人需要与我做双，你几时到过莱阳啊？啊，夫人请啊！忘了，乖呀！分明是人，真是鬼呀！那王都是
那样为了一道使你快了我的书信，在海神庙使你生死了啊！那是他转错了，我不认识。转错了，转错了，你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当真？当真。王郎情况，我不分明是你的鬼影梦。哎呀，果然是鬼影来了！哎呀，鬼影！哎呀，鬼影！千里迢迢，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王郎你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你来做什么？啊，你来问是王郎告诉我是特里来后西了。这一句话好什么戏来？那孩儿么？我就王郎送呀放来了。雅芳，什么雅芳？啊呀呀呀！王郎啊，你真是一灯笼一情忙，可记得我深夜苦读在明空，天寒地冻结冰霜，冬为你郎君添衣裳。记得我啊，冬青大夫喜酒一酒的妙方，见到他赐予郎君身健康，保佑你上进服侍你的金榜。黑神庙一边离来呀，为妻我实牵挂夜深梦乡。一空一举兵在何方？我是千里迢迢来送一方呀方歌秋啊心，乃得归安你呀身。我与他患难相随风尘，今日你真身为他一片心。王郎，怎奈他原来是情人女，野花为怎能在庙里进门？金秋节庙家眷一脉传呀，岂不得端锁金身前方？这不应，这片草为不法，这一方已经不用了。怎么？雅芳不用了？哎呀，桂英啊，桂英，非是我好心为你，我也是因此所病把玉梦呢。你待我恩情最大，却也是忘了一梦的。你还是回去吧。王郎，记得当初你我相爱，桂英死不在家，我早睡把
宝儿的大妈，姐妹们的喜乐。事情往郎告状，为妻烦躁羞气，我上委屈。不要是宝儿的嘴脸那颗，就是那些姐妹们也会一个一个的喜怒于我啊！哎，归因斯坦薄命，泪落野花，事情更是无家可归的了。我千山万水，历经艰辛行来，万句望郎，困在你我夫妻的经文上，去谁相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。归因他三生此轮上，情也酸，情也酸，归心难下。当年十笔归因去，望
你既算是此恩多义绝，举报我的兵顺罪，挽救我，怎样说这嘛？怎么也像对其归义一样的对起了吗？什么？告诉你吧，怎样说这？已经成了我与父神的天官信不了。你这天无话，我在今天马上要走，不就死了吗？你怎样算这乃是我爹爹留下的唯一一份，不想你。哎呀，回应啊回应，竟然是我为你带我来生在外面吗？哦，你这不信，我可代天门死。妹，是。你还要闷死？王奎呀，王奎，你已经害死了一个焦桂英，难道你还要再害死一个焦桂英吗？还是你究竟是谁？还是鬼呀？真是桂英，闻怕才此。哎呀！王奎呀，王奎，我恳求了你不听，才指望你官也生性，我可饶你一死，不想你